屬虎嘅朋友聽住啦，2026丙午馬年係你哋嘅三合太歲年，人緣變好，合作機會多咗，呢個絕對係翻身嘅好機會。雖然今年本宮冇吉星，但我哋借到對宮嘅驛馬同文昌星，即係話今年千祈唔好守株待兔。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放膽去外地傾生意；如果係打工嘅，老闆派你去出差，一定要去。走得越遠，眼界越闊，賺得越多。呢個就係洞中求財。不過出門在外要小心指背星同埋五鬼星，容易招人妒忌，俾人喺背後講是非，甚至令你疑神疑鬼。感情方面亦都容易因為猜疑而嗌交，記得溝通多啲。仲有粒官符星，簽合約嗰陣要睇清楚啲，費事惹官非。健康方面，白虎同飛虎兩粒凶星夾擊，揸車慢啲，小心俾金屬利器整親。年頭記得去洗牙或者捐血，主動應驗咗個血光之災。送你一句真言：做事高調搏業績，做人低調防小人。屬虎嘅朋友，今年加油！下一個同大家講講2026年天喜桃花入命，人緣超級好嘅生肖兔。關注我，帶你避雷開運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